掙脫世界的枷鎖。約翰一書2章15到18節。愛與溺愛係有好大分別㗎。真正嘅愛並非只係講欣賞同埋取悅對方嘅話，更加要適當咁指出對方要更新、成長、改進嘅地方。上一篇信息提到德高望重嘅使徒約翰向教會裏邊嘅小子們、父老同埋少年人講出讚賞嘅話，佢先肯定信徒嘅表現同埋值得讚賞嘅地方，因為佢確信愛係建立而唔係拆毀。但係使徒約翰亦都知道，真正嘅愛亦包括規勸同埋提醒，因此佢亦都坦然直接咁指出當時嘅肢體需要反省注意嘅地方。約翰一書2章15到18節就係老約翰俾信徒其中一項嚴正嘅提醒。聖經話：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小子們啊，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約翰嘅思路係好連貫嘅，佢先提出信徒要喺光同埋黑暗中做抉擇，然後提出要喺愛弟兄同埋恨弟兄之間做抉擇。呢一度佢又提出要喺愛神同埋愛世界之間作抉擇。我會從2章18節所強調嘅末時開始。呢一節經文2次提到末時，呢個字喺新約有時候會譯成末後的日子，更多時候會譯為末世。可見末時唔係指某一個特定時刻，係指一段時期。今日我哋都會認同，按照聖經嘅解釋，末世或者係末時，就係基督第一次降臨以後，到佢第二次再來之間嗰一段日子。意思係今日我哋就係活喺呢一個時期，我哋已經活在末世。呢個並唔係乜嘢新觀念，重點係知道呢一個事實對你嘅人生有啲乜嘢意義呢？提到呢一度，我就想起一位以不斷大吃大喝吸引訂戶嘅網紅猝死事件。我並冇訂閱佢嘅頻道，亦都冇睇過佢嘅短片，只係幾年前無意間喺網上睇到有關佢猝死原因嘅視頻，吸引咗我嘅注意。原來佢猝死之前幾個月，已經有人從視頻睇出佢嘅身體出現危險病徵，包括體重超過320斤、面泛黑斑同埋目光呆滯。當時已經有唔少人呼籲佢停止以暴飲暴食博取流量，並且
快做身體檢查。可惜佢並冇理會，結果過咗冇幾耐就猝死啦。死嘅時候只有29歲。準備呢一篇信息嘅時候，想起佢，係因為佢已經出現危險嘅現象，亦都有人多番提醒，但係佢仍然毫不理會。於是，一旦死亡臨到，就逃避唔到啦。呢一種態度同今日唔少信徒活喺末後嘅日子採取嘅態度好相似啊！使徒約翰知道當時嘅信徒正在面對極大迫害，跟從耶穌甚至要付上殉道嘅代價，因此提醒佢哋，佢所講嘅今日亦都提醒我哋，活喺末時，我哋有冇真實咁活出生活喺末後的日子應該有嘅態度呢？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已屆風燭殘年嘅使徒約翰，眼見教會內憂外患嘅危機日益嚴重，於是苦口婆心咁提出，世界俾跟從耶穌嘅人極大嘅誘惑，就係愛世界嘅心啊！愛世界嘅呢一道枷鎖會令我哋失去愛天父嘅心。呢度所提嘅世界，當然唔係指我哋身處嘅地方，而係約翰福音12章31節所指，係被上帝趕出去嘅世界之王撒旦留低嘅誘惑。亦都可以理解為受撒旦轄制嘅，要與上帝為敵嘅世界。咁究竟呢一位年長德高嘅老使徒，點樣教導我哋掙脫世界嘅枷鎖呢？喺約翰一書2章15節，第一句就直接指出，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咁世界同世界上嘅事究竟係乜嘢事呢？2章16節就概括咁提出3個方向。聖經話，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情慾呢個字本來係指人所喜好、渴想要得到嘅。喺聖經裏邊，情慾基本上都係指負面嘅渴求。加拉太書5章17節就直接指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因為情慾嘅事會令我哋唔能夠做所願意做嘅，所以就成為我哋嘅枷鎖啦。而加拉太書5章19到21節仲清楚提出15項情慾所結嘅果子，裏面包括奸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醉酒、謊言。由此可見，肉體嘅情慾
泛指讓內心嘅慾望無限膨脹，帶嚟唔能夠自控咁樣背叛上帝心意嘅慾望。眼目嘅情慾所強調嘅係讓自己停留喺感官上嘅刺激，激發起人唔應該有嘅慾望。例如耶穌提出，凡見到婦女就動了淫念，可見眼目嘅情慾係泛指讓自己停留喺從感官嘅刺激裏邊得到慾望滿足嘅處境。提到眼目嘅情慾，我就諗起多年之前一次經歷。當年有一位10幾歲嘅男孩子，佢嘅父母都係教會肢體，同我關係都好好。有一次呢個男孩子就同我講：牧師，我想帶你去睇一樣嘢。我當然有啲好奇啦，於是跟佢走到附近一間商店。佢指住一個好受年青人歡迎嘅品牌嘅包俾我睇。牧師，你睇下呢個包幾好啊，價錢都算平啊，你認為值得買嗎？我睇一睇，1000幾蚊港幣，呢個係近20年前嘅事啊，佢覺得算係便宜。一聽我就知道佢父母唔俾買啦。呢個聰明嘅孩子諗到，假若牧師都認為係便宜嘅，就有同父母談條件嘅籌碼。你知我點回應啊？我喺旺角步行街睇過質料款式都差唔多嘅，好似幾十蚊就買得到咯。佢立刻白咗我一眼。我唯有再講，值唔值得係你爸爸媽媽講咗算嘅。但係佢居然仲唔肯走。我發現佢對眼一直望住嗰個包，不斷喺度游說我要認同呢一樣嘢係便宜嘅。我見佢一直盯住嗰個包喺度講說話，於是狠心拉住佢嘅手臂，拖佢離開咗嗰間商店。再睇唔到嗰個包之後，呢個孩子就好似回復清醒一樣，唔再講嘅。小心眼目嘅情慾，就係唔好讓自己停留喺呢一啲感官嘅刺激上，留喺嗰度就容易被引誘。今日嘅世界充滿住刺激你感官誘惑嘅資訊，充滿咗用物質、用無條件俾你一啲好處為手段，引誘我哋離開正道，讓我哋喺信仰上迷失。小心呢啲眼目嘅情慾啊！唔好因為無知同埋好奇，唔好以為得到多一啲好處都無傷大雅，而跌入呢一啲陷阱。約翰亦都提到今生嘅驕傲，驕傲有傲慢自大嘅意思。呢個字原意係自命不凡、賣弄、炫耀。喺聖經其他地方亦都會被譯為張狂、誇口。由此可見，今生嘅驕傲就係表現得自以為了不起，愛出風頭，總要人睇到佢嘅能力同埋成就嘅意思。使徒約翰明確咁指出，假若我哋愛世界同埋世界上面嘅事，咁愛父嘅心就唔喺佢裏面啦。我哋值得回到當時教會嘅處境去思想，呢個提醒係幾咁重要。喺當代，教會已經面對好大嘅迫害，跟從耶穌嘅人都要面對嚴峻嘅危機，亦都眼見唔少教會領袖
都已經為主殉道。我哋唔能夠只隨便咁指責佢哋信心軟弱，因為佢哋要堅守信仰所付出嘅代價，可以比今日我哋任何一位都大得多。喺面對外在壓力甚至迫害嘅同時，教會內部又面對異端嘅迷惑，唔少教內嘅人都俾化作光明天使般嘅惡者迷惑，離開純正信仰。佢哋被誘惑去跟從嗰啲似是而非、令人走向敗亡嘅異端信仰。例如，只要稍稍喺信仰上高妥協，好似每年向凱撒獻祭，表達一下信凱撒都係神，對凱撒嘅忠誠，就可以唔受羅馬帝國嘅迫害啦，就會得到所謂嘅平安，唔使受苦嘅日子咯。從呢一個角度睇，就會更加容易明白老使徒約翰嘅用心。佢直接提出，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嘅事，因為我哋留戀世界，留戀住肉體嘅情慾、眼目嘅情慾，並今生嘅驕傲，亦都不要向錯誤思想妥協，隨從異端，因為咁樣就表示愛父嘅心唔喺我哋裏邊。愛上帝同埋愛世界係唔可以並存嘅。呢個都係耶穌基督俾門徒重要嘅提醒。喺馬太福音6章，耶穌宣講嘅登山寶訓裏邊，就有一大段講到世界同埋天父唔可以兩者兼得嘅道理。例如，唔好將善行做喺人嘅面前啦，因為得人嘅讚賞就唔會得到上帝嘅讚賞啊。唔好強調喺度禁食，表現得非常之敬虔嘅樣，要得人嘅欣賞就唔需要上帝察看噶啦。唔好積財寶喺地上啊，因為你嘅財寶喺地上，你嘅心就唔喺天父嗰度啦。唔好侍奉兩個主，唔可以侍奉馬門又侍奉上帝。提到呢一度要補充一句，耶穌喺馬太福音6章24節提嘅馬門，聖經講係財利嘅意思。呢個字其實係古時候加勒底一帶一個財神嘅名，所以耶穌呢一句話仲有一個含義，就係唔可以侍奉財神又侍奉上帝。天父同呢個世界，我哋唔可以左右逢源，兩者兼得嘅。呢個係聖經好清晰嘅提醒。但係唔知道你有冇發現，今日嘅基督徒亦都常常要面對呢個掙扎。一方面，唔少基督徒都係真心選擇跟從耶穌，熱心侍奉教會嘅，但係另一方面又好希望繼續過自己想有嘅生活。我哋會樂意接受救恩，但係同時又時常喺有意無意之間忘記咗蒙恩得救嘅人其實已經同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嘅其實唔再係你自己，而係基督喺我哋心裏邊活着。另一方面，我哋活喺世界嘅洪流下，好似要為世界保留一啲位置，想愛上帝，但同樣又愛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活喺信仰同埋生活分割嘅狀態，可能
仍然係今日唔少信徒面對嘅掙扎。你內心有冇類似嘅掙扎呢？聖經嘅教訓好多我哋都知道，但係總係感到我係做唔到嘅。假若你有咁嘅感覺，咁可能就係世界之王加喺你身上嘅枷鎖，你要掙脫呢個世界嘅枷鎖。要掙脫呢個世界嘅枷鎖，就先要堅信一個事實。呢個正係使徒約翰喺呢一度提出嘅另一個重要嘅提醒。我哋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係因為呢個世界同埋其上嘅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嘅永遠長存。剛才提到肉體嘅情慾、眼目嘅情慾，並今生嘅驕傲，呢三樣有共通嘅特質，就係被視為現世生活嘅人要追求嘅目標。滿足自己嘅喜好同埋想望係對生命嘅態度，但係約翰卻提醒我哋，呢一啲其實都係短暫嘅，係要過去嘅，唯獨遵行上帝嘅旨意先至係永恆嘅。原來約翰強調要掙脫世界嘅枷鎖，因為大家都應當將目光放喺永恆，放眼永恆係讓我哋睇到人生真正價值同埋意義究竟係啲乜嘢。被稱為神人嘅以色列初代偉大領袖摩西喺呢一方面俾我哋好好嘅反思。摩西嘅一生大家唔會陌生，佢曾經喺埃及好似王子一樣成長，又曾經成為流落荒野嘅逃亡者，做咗40年寂寂無聞嘅牧羊人，最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成為第一代以色列民族偉大嘅領袖同埋英雄。佢喺晚年寫低咗詩篇90篇，而喺詩篇90篇嘅12節，佢仲寫低咗極為睿智嘅話。佢話：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乜嘢係生命嘅智慧？已經近120高齡嘅摩西，經歷過人生嘅起伏跌宕之後，提出要數算自己的日子，要睇清楚在世嘅生命，要明白人生真正嘅意義係乜嘢。使徒約翰提醒信徒，我哋還活在世上，係要面對地上嘅生活，肉體正常嘅慾望係需要滿足嘅，亦都會面對追求眼目情慾嘅誘惑，你都可能想得到引以為榮嘅成就。不過呢一切都係短暫，始終會過去嘅。喺永恆裏面，呢一啲事都會變得冇意義，唯有選擇愛父、遵行父神嘅旨意，先至係重要嘅抉擇。面對呢一個提醒，通常我哋嘅反應會點樣呢？聽過唔少信徒咁樣表達，咁做基督徒豈唔係冇乜自由？其實問題唔係有冇自由，而係自由究竟係乜嘢啊？有人話真嘅自由好似坐火車一樣，
特別而家已經有高鐵，非常方便快捷。坐喺火車上高可以任意到唔同嘅地方，但係火車唔可以脫離路軌。其實開汽車都係一樣嘅，揸住汽車可以自由自在去任何想去嘅地方，但係基本上唔可以離開馬路。走喺路軌上面嘅火車，走喺馬路上嘅汽車，先至能夠令乘客享受真正嘅自由。人生真正嘅自由係建立喺對天父嘅愛同埋神嘅話語上，而唔係建立喺肉體嘅情慾、眼目嘅情慾，並今生嘅驕傲之上嘅。使徒約翰喺度強調，如今係末時了。除咗提醒大家唔好愛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要掙脫世界嘅枷鎖，佢仲提醒我哋要慎防敵基督嘅誘惑同埋攻擊。下一篇信息，我會繼續同大家一齊思想使徒約翰喺呢一方面進一步嘅提醒。